这中东战事影响到全世界股市，不过初五呢，这美股四大指数拢起，带动咱的股市回市。这代表换美金本地是落4.44角，今仔日是有起收伫咧31.683块，升1.2分。咱来讲到这台股对拜三落超过1400点，拜四早盘就起1491.6，不过最后呢是收伫咧33672点，起844点，台积电是收伫咧1,900块，起35块。中东的战事升温，台股初时是大落1494.77点，创史上第三大单日的落点。不过才过一天，初五台股开始反攻，早盘中起到1491点，创史上第二大的起点。中场起伏缩小，收跌33672点，起844.06点，创史上第五关。在昨天的美股走高之后，今天亚洲股市也出现强劲的反弹，特别是这一两天跌得最重的韩国股市的止稳，也让市场的一个信心明显的恢复。国安基金昨天也出面喊话这个有一定的这种心理这个激励的一个效果。这礼拜阿股包括台日韩对拜一到拜三上盘拢落，三天加起来落幅台股落7.3%，日本落7.82%，韩国落18.43%。不过初五台股对欧biển紅收盤是起2.57%，日股起1.9%，韩国是起9.63%。另外，台股逆转的主因是科技股台积电领起，台积电早盘中是来到1960块，起95块，落尾是收伫1900块，起35块。另外，记忆体的族群嘛对落落去转做讲起哩，亲像咱马科和旺宏收盘起停，华邦电早盘中是起停，尾盘起势较收，起7.69%。盘面领涨的族群，当然就是以台积电为首。这些 AI 相关的一个供应链美元因为忽然之间的急升，那我们台币当然是因为这个因素是走偏的。波动较大的时候，以及市场供需假设出现比较大的失衡的时候，我们央行会进场调节。拜一到拜三，逐天拢呈现高回升势，台平换美金三天是落4.44角，初五台票表现强势，早盘中是升8.4分，落尾收伫31.683块，升1.2分。央行表示，这礼拜一拜日有进场调节，续落来观察波动，若市场强势失衡，央行同款的进场调节。记者综合报道。